過去3年咧，我就不斷喺呢度講啦，就話中國而家咧走緊回頭路啊！改革開放嗰30年咧，其實就認識到啊過分嘅集權、過分嘅管制、過分嘅計劃咧，令到中國啊帶嚟萬劫不復。咁所以改革開放咧就係吸收咗西方嘅政治經濟理論喎，尤其是咧 Adam Smith 嘅政治經濟理論。Adam Smith 佢認為咧，政府喺經濟發展咧就應該咧係扮演一個咧 invisible hand 無形之手嚟嘅，盡量唔去干預市場。咁但係政府咧都有佢嘅角色嘅，佢就要做守夜人。如果咧市場出現混亂咧，政府就要出手去管啦。咁但係平時咧就應該放任佢發展。咁所以朱鎔基嘅國企改革咧，其實就吸收咗呢個理論啦。就首先將一啲國有企業就賣咗佢啦，就變成民企啊，要一啲人咧自己承包翻自己嘅國有企業。第二步咧就係將國有企業啊大型嗰啲就上市，就用市場嘅方法咧去營運。咁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慢慢將政府嘅管咧係退出咗市場，退出咗喺國家上面，係俾人民有更多嘅自由。其實喺過去嗰30年咧，中國除咗政治上冇足夠嘅自由咧，生活啊所有嘢咧都好自由嘅。咁但係咧呢條路咧就喺幾年前咧就發生一個急劇嘅轉彎啊！咁啊呢個急劇嘅轉彎咧就係習近平咧打貪開始喎，因為當中國咧改革開放呢個路徑依賴，我成日講路徑依賴呢個 theory 啊，就係當你揾到一條路咧，佢會堅定不移咁深化落去，翻唔到回頭嘅，除非咧佢崩潰，除非佢撞牆嘅啫。咁改革開放咧就的而且確咧造成咗好多人嘅即係財富，係成就咗好多人嘅財富。咁但係咧佢亦都造成咗好多貪污腐敗，好多裸官。所以共產黨人咧就諗啦，如果唔去改革咧，就亡黨亡國噶咯。啊，雖然而家佢哋咧貪污揾到好多錢，咁但係喂有江山就可以繼續揾錢啦。所以咧佢哋揾咗習近平出嚟咧就打貪。咁但係呢個路徑就轉移咗啦，由自由嘅變成咗打貪。打貪咧唔係唔好嘅，但係民主社會即使唔係民主社會，好似香港當年麥理浩咧成立廉政公署，但係成立廉政公署打貪唔係淨係用廉政公署噶嘛。同一時間喺70年代香港咧新聞自由係百花齊放，公民社會開始建立，學生嘅運動、教師嘅組織、好多社工啊、律師嘅團體啊，紛紛係成立，整個公民社會咧係一齊相輔相成，一齊去管呢個嘅政府、管警隊啊，希望咧去防止佢哋貪污腐敗。咁呢個係用一個公民社會嘅方法係最有效嘅。咁但係咧，習近平就係用中紀委去打貪，中紀委去打貪咪強化咗自己嘅權力咯。咁但係當你強化咗自己嘅權力，佢就覺得啲人要管嘅喎，就不斷去管啦。所以結果佢就提出咧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全部都要聽黨指揮啊。咁喺香港咧有啲建制派咧，佢就係唔認識國情，佢就話喂，香港咁亂啊，19年出現咗暴動啊嘛，咁咪要管咯。將來香港人乖翻，俾翻自由佢哋啦。如果佢哋唔係擘大眼講大話咧，就係冇深入貫徹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而家嘅面貌就係全部嘢都要走回頭路，全部嘢都要加強管制。咁當呢個嘅保教業就要管，然後咧喂有啲小粉紅就話好啊，減輕家長負擔啊，唔使成日補習啊嘛。學房區要管好啊，等啲人唔好炒樓啊嘛。然後打機要管好啊，代家長教仔咧。然後又當呢個嘅娛樂圈飯圈要管，係好啊，嗰啲失德藝人啊應該一早要整治啦。佢哋就唔認識到咧，一旦開始咗呢條路咧，所有嘢佢真係要管嘅。東南西北中啦，聽黨指揮唔係口號嚟，真係要貫徹落實到佢身體每一條血管，每一條微絲血管都要有黨嘅指揮喺裏邊。咁尤其是經歷過疫情啦，黨嘅權力更加係去到史無前例咁高。改革開放以嚟未試過咁高。幾乎翻去毛澤東時代，而家有埋大數據添。咁所以咧，今日咧又同大家講另外一樣嘢啦，又加強咗管制呢樣嘢係。咁咩咧？就係足球。呢個足球咧，可以話係習近平嘅心裏邊嘅一條刺啊！國足咧就打極都打唔入世界盃決賽，咁更加唔好話捧起呢個金杯啦，係咪？咁呢個真係好可悲喎！10幾億人揾22個人出嚟踢波，都踢唔到好成績。咁呢個係人口比例上邊咧，啲冰島國家都能夠殺入到歐洲盃嘅即係最後4強啦。
咁啊，而喂攞起呢個雷米金杯嘅好多國家曾經攞過嘅荷蘭啊嗰啲人口都係小國嚟嘅喎，阿根廷啊咁都唔係話特別大嘅國家嚟噶嘛，英格蘭啊、意大利啊，咁但係中國咧就偏偏咧就唔得，而且喂足球啊係雖然話英國嘅產物嚟嘅，但係據說咧就同中國古代啊蹴鞠係有關係噶嘛，呢個高球啊《水滸傳》裏邊啊都係踢蹴鞠個高手嚟喎，中國咧即係似乎呢邊搞極啦搞唔成，咁所以習近平咧。新時代啊，而家咧就要重新整治啦。最新咧就舊年嘅12月29號啊，就出咗一篇最新嘅報告。呢個報告咧就話喂，要成立咧國家足球領導小組喎。呢個國家足球領導小組咧就要從咧幼兒園開始整頓，由幼兒園咧開始推廣咧足球嘅風氣。哇，咁仲不得了！而家開始由幼兒園啲人咧每日踢波，重複又重複咁踢佢10幾年咧。咁啊，喂，到時 U21，咁啊，似乎有機會噶咯，因為10幾億人嘅小朋友啊，有即係幾千萬人啦，至少喺幼兒園讀，咁啊開始日日都踢波，咁啊仲唔能夠培育到啊下一個朗拿度，下一個 C 朗，下一個呢個朗拿甸奴啊，咁啊實有機會喎，咁啊而且咧唔單止係咁，呢個係對未來嘅規劃啦，對而家喂足球員咧唔係一個運動員咁簡單啊。係公眾人物，而家中國人咧一定要咧喺公眾人物上邊咧翻返去黨嘅核心思想。黨嘅核心思想係乜嘢啊？所有公眾人物、所有文藝、所有運動員都係啊宣傳工具嚟嘅，係統戰工具嚟嘅，要樹立咧良好嘅社會形象喎。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要點啊？就要求啊所有嘅中國運動員咧嘅足球員啦，都唔能夠有新嘅紋身啊，新嘅紋身唔得啦。如果即係岳飛咧，係現代人啦，仲要踢波嘅話咧，佢就要攞呢個激光雷射清除咗舊嘅紋身，因為對已有嘅紋身咧要自動清除喎，自行清除喎。咁所以精忠報國啊，佢阿媽同佢刻喺背脊嗰度啊唔得啦。咁如果咧喂中國有碧咸或者碧咸歸化嚟中國踢啊，雖然佢而家咁老，但係碧咸係全身紋身嚟噶嘛。如果佢歸化入嚟嘅話咧，喂，佢亦都要清除晒先可以歸化做球員喎。咁啊呢個點解啊？因為咧佢係認定咗紋身咧係有不良嘅社會形象喎。習近平咧係對呢個政治啊，除咗有樣樣都要管啦，對民生對所有嘢都要管嘅。因為佢係有道德潔癖嘅人，同希特拉一樣，希特拉都有道德潔癖。希特拉係茹素嘅喎，佢係一個食素嘅人嚟嘅喎。咁啊對所有嘢都要管嘅。咁啊好多獨裁者都有呢個共通點嘅。蔣介石又係。嚴管啲黨員咧係賭博嘅，咁當年咧即係當年蔣介石咧佢冇呢個工具，下邊啲人賭博貪污佢管唔到，咁但係而家習近平唔同啊，佢有呢個工具啊，實名舉報啊嘛，鼓勵啲人去舉報你，鼓勵啲人咧去做小粉紅，然後就去檢舉你，咁所以一定係管到嘅喎。運動員咧如果你唔聽呢個習近平嘅新時代嘅訓話啦。唔除去啲紋身，咁你就唔能夠咧好好地咧喺中國度踢波啦。呢個係第一。第二啦，除咗運動員要管之外咧，藝人一定係重點整治嘅對象啦。咁啊，藝人咧，尤其是啊港台藝人，哇，好容易咧涉港獨同埋涉台獨啊。咁呢個佢哋凡係有唔順從嘅意見都叫港獨台獨噶嘛。好似我上次導讀咗希特拉嘅時候，凡係思想上咧同情左翼嘅，你話共產黨係非法組織啊，但係佢同情左翼嘅。有左傾思想嘅，佢都話你勾結外國勢力嘅喎。納粹黨係咪都話你勾結外國勢力嘅？你私藏一啲咧蘇聯嘅作家嘅書，佢就話你勾結外國勢力噶啦，就話你煽動顛覆呢個納粹政權啦。所以咧就要排除佢哋，要完善呢個納粹嘅選舉制度，將所有人咧排除，然後仲要拉嗰啲唔同意嘅人咧入去集中營。呢個就係當年希特拉嘅做法啊嘛。而家咧港澳台嘅藝人啊，仲要重點去整治喎。點解咧？佢話咧，凡係嚟大陸發展嘅，一定要遵守大陸嘅法例啊！咁呢個好容易理解，但係點樣可以證明佢遵守大陸嘅法例咧？咁呢個以往係證明唔到嘅。原來咧就喺出年唔係出年啦，而家今年嘅3月開始就要考試啊！哇，即係呢個嘅藝人啦嚟中國發展要考試喎！呢個真係似乎聽咗我愛國者建議喎，要考咩試咧？呢個資格認證考試要考中國大陸嘅憲法喎。咁可能香港嗰啲咧就要考埋基本法添喎，咁國台辦咧就要負責把關，咁所以
第一，你嚟大陸發展咧，一定要認同啦一國兩制，認同啦中國嘅憲法。咁認同中國嘅憲法冇問題嘅，因為中華民國嘅憲法咧都係同意咧一個中國嘅。咁但係問題咧，中華民國嘅憲法係講一個中國，係講大陸係淪陷區。咁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咧，佢就講明啦，要一國兩制收復台灣喎。咁所以如果你認同一國兩制收復台灣，咁你又喺中華民國嘅台灣生活，咁似乎就危害咗中華民國嘅憲法，危害咗中華民國嘅國家安全喎。所以嗰啲台灣藝人咧，即係不過而家冇乜幾個台灣藝人噶啦，羅志祥啊出咗事，陶喆啊出咗事，咁王力宏啊出咗事，咁女星咧仲有幾個嘅，呢二三線嘅女星都仲有好多嘅，黃安嗰啲又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一旦你係效忠咗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似乎喺台灣咧就有叛國之嫌啦。咁呢個真係自古咧忠孝兩難全喎，到底係要佢哋嘅生活嘅台灣啦，還是係要揾錢嘅大陸咧？呢個就係佢哋自己要做取捨啦。咁但係咧，從呢兩個故事去睇到咧，就係新時代咧，佢樣樣嘢都管嘅。以往你想象唔到嘅嘢，打機、影視、飲白酒，全部都要管。學房區乜嘢都要管。咁嚟緊咧，仲有陸續咧，就話係管到佢咧，滲入到你身體嘅每一個微絲血管。咁管好唔好咧？管係好嘅，咁有啲好嘅地方嘅，譬如話以前咧中國6、7年前治安都仲係好差噶，我喺北京行夜街都好擔心噶。咁呢6、7年咧，嗰啲人工智能視像頭多咗好多，咁揸車啲人都安全咗，咁又係好嘅地方。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真係數之不盡啦。問題就係咧，如果當你認為你自己嘅自由，紋身係你自己嘅自由嚟噶嘛？我中意邊個藝人都係我自己嘅自由嚟噶嘛？我俾唔俾個仔女補習都係我自己嘅自由，我自己打唔打機又係我自己嘅自由，全部都被管嘅時期咧，咁你嘅生活淨係得翻生活嘅啫，你係冇任何自由可言嘅，冇任何選擇可言嘅，被篩選下嘅選擇唔係真正嘅選擇啊！咁呢個1月1號咧，呢兩單新聞咧就係令我哋咧重新認識到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啦。咁外國者建議咧，喂呢個真係要效法喎，香港嚇。咁第一就係香港咧，你都係要諗喎，嗰啲藝人咧，唔單止係翻大陸要考大陸嘅試，係咪應該要求所有嘅香港娛樂圈嘅藝人都要考基本法咧？但係要求佢哋考基本法，應該要求咧。而家90位立法會議員先考基本法，要求佢哋全體背誦咗出嚟先啊嘛。因為佢哋作為立法者，自己都唔識去背誦呢啲基本法嘅全文，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全文，佢點能夠推廣基本法呢？我自己係曾經係基本法推廣委員會嘅成員嚟㗎，我多年咧擔任呢個嘅基本法杯嘅評判嘅，咁所以我對基本法有啲認識。咁但係咧，嗰90位立法會議員咧，要求佢公開背出嚟啦，呢個應該係理所當然嘅。呢個就係我今日個愛國者建議啦。今日講到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咁但係呢個新年係洋節嚟喎，咁但係習近平主席都發表咗講話都慶祝咗呢個洋節啊。咁所以證明呢個就係中國共產黨新時代嘅法寶最重要嘅一招，靈活變通嘅底線。